說實在，我太久沒運動了，也不懂搞什麼鬼。昨晚睡前突然來個想法，要減肥，要健康，所以今天先早晨來個小運動，走路就好，免得太刺激，等下全身痛。哇！前面七早八早做什麼鬼我？噴蚊油啊！蚊仔還在睡覺呢。我要變身了，衝啊！掉，走路也這樣累，先坐着休息一下。早晨走路都會滿頭大汗，真是的，證明我的汗在我體內都成精了，叫汗精。走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幾點了還不開店？我都出來運動，你們還在睡覺。立，麥當勞我吃到怕了，決定要戒了。今天開始要運動，要吃乾淨食物，沒油沒鹽的那種。行，走吧，回去自己搞早餐。其實都一樣啦，有蛋有肉有馬鈴薯都是一樣啦。